从自己频道的社群，倒数第二项社群进入，然后找那个歌曲，找歌曲，搜寻歌曲，到歌调记的歌曲，歌曲前面加井字号，然后在自己频道的社群建立贴文发布，发布以后就有超连接功能。现在要点选第17项往事智能回味，快哦，很快就有影片资料库目录了。这个就是歌唱影片资料库目录哎。那如何把它加入播放清单呢？来点按影片缩图右下方3个点，来按第二项，来点选第二项，按完成。这样就完成了加入播放清单了。